姚斌，青天啊，来，快坐。我都快好了，不用如此担心。你呀，都伤得这么重了，就不要出去走动了。你又拿出来了。明天是我娘的忌日，我想拿到她的坟前烧给她。全烧了吗？留点念想也是好的呀。时间都过去那么久了，怕是找不到了吧？估计我爹也是这么想的，所以他才一直闭关闭关。其实就是不想看到我，想起那些不开心的事儿吧。你不必担心，或许你们还会见面的。我也觉得，我感觉他一定还活着。只是我已经记不清他长什么样子了。那你可以问问你爹呀。那就等到我爹愿意见我的时候再说吧。算了，我们不说这个。我们今天晚上喝鱼汤好不好？小师妹最喜欢喝我煮的鲫鱼汤了，正好给你尝尝，补补身子。七绝的修炼太过于苛刻，不能有七情六欲。这一旦动情，就会走火入魔，变成一个没有心智的疯子。你的性子和我师兄倒是挺像的，可惜3年前你找我师姐去拿月亮花种之时，她一定问过了，为了何人？如今你独自守着月亮花都快3年了，这走火入魔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。七绝练得越高，就越不能有牵挂。情这个字，一旦中了，便不能回头了。小师妹，你若安好，便好。你想说什么呀？你不就是想要钱吗？你要多少钱，我给。财大气粗是不是？只要你说得出来，我都给他钱。就你们今天来我这儿的方式，试问我能让你回去搬救兵吗？啊？你真卑鄙，无耻，下流，臭婆娘！怎么，你也想说点什么吗？小师妹，别怕，小师妹。我叫岳峰，她是我妹妹，叫岳。我叫月影。对，月影，只要你肯放了我们，要多少钱我都给你。对，放了我们。你们2个把他看好了，别让他跑了。不能打他，要打我！臭婆娘，放了我们，放了我们！嘿嘿，玉姐。是你带金英过来的？哎，对。这姑娘姿色还可以，就是脾气太犟了。是啊。什么来路啊？白路子。白路子，我喜欢。风险小，可是给我招来了2个凶神呐。不过也没事儿。叫晚春去调教那个叫金英的姑娘。好，都听玉姐您的。你刚刚为什么不让我说我是谁啊？小师妹，你傻呀？你呀，看那个老女人的打扮，还口口声声说要把你卖了，再加上之前绑架的那个姑娘，这里肯定是妓院呀。你要说出来你是谁，将来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。再说了，你说出来你是谁，他会把你放了吗？
这种人连钱都不要，这里肯定不是一般的妓院呐！这可怎么办啊？刚刚那位姑娘也一定是被绑在哪个地方了。哎呀，你还有心思担心别人呢？我们自己都自顾不暇了。早知道当初在太乙山，就不偷懒了，好好跟二师兄习武了。没事，小师妹，不是还有我九师兄在呢吗？九师兄又不是二师兄嘛。九师兄有钱呢。我听说对面这家花场是全京城最好的青楼，里面有各色各样的女子啊。哎，那些女子一定都貌美如花吧？错不了。你懂什么呀？有的时候，这女人不一定要长得美才叫好。这么说，你去过了？跟我们说说怎么样？说说。曾经攒钱去过一回，你们知道吗？对面那家青楼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吗？什么？这家青楼啊，经常会来一些新货色，甭管你喜欢什么样的女人，这老板呢都能给你变出来。哦，哎，他们老板好像叫万春吧？咦，那可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呐！对面那家青楼的姑娘，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不对她死心塌地的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这帮女人的功夫，那都是万春那个娘们儿一个一个的调教出来的。哎呦，那小身板啊，一个个的。快放了我们！放了我们！你们想干什么啊？放了我们！求求你们放了我们！放了我们！求求你们！小师妹，你别怕，我一定会救你出去的。你一定要坚持住。如果坏人把你买走了，你就告诉他们，你九师兄有的是钱。你们要把我九师兄带去哪啊？小师妹，九师兄，不要说出你的真实身份，你一定要告诉他们，你九师兄有的是钱，记住了吗？九师兄。进来。睡好了？金英那姑娘还跑吗？如今呀，你撵她，她都不走了。到你手里的姑娘啊，就是听话。像金英这种资质的姑娘，你把她捧成花魁，放到门口即是。是，我明白。那个屋子关着的姑娘，您是要？那姑娘一看就是上等货。门口那些歪瓜裂枣，那是无福享受的。玉姐的意思是给那些爷准备的？那些爷千里迢迢来到我这里，为的就是一个奇货可居。那个姑娘是她自己撞上来的，而且时间刚刚好，今天是拍卖会，就把它做成压轴的。是。对了，那些爷来京城都入住了吗？其他的爷都到了，只还剩下那一位爷了。那一位爷，到如今我都没有搞明白他到底是什么来历。给我小心伺候着。是。你就在这里候着，如果老爷夫人过来，就说小姐闹脾气，一早睡下了。是。都怪我，要是我不走，在那儿陪着妹妹，哪至于发生这种事情？现在倒好，天都已经黑了，她还不回来，我真担心她会遇到什么危险。三哥，你去岳府打探一下，看看岳老三在哪儿。如果见到他，问他是否见过妹妹。冉冉平时虽然调皮，
但是从来不会夜不归宿。我怕他出事了。不行不行，我现在就要去告诉爹娘。苏姐，坐下。你这个时间出去告诉爹娘，无非是让他们担心。等会儿去找大哥他们，我们兄弟几个出府去找，切记别让别人发现了。那我们快走吧。那你们去，我去冉冉房间。如果他回来了，我就放消息给你们。哦，走。你们去东城找，你们去西城找。哦，咱俩去南城。好，快走走。我猜你会来。他在哪儿？他出门未归，我怕他出事。希望你能把他平安带回来。喝呀！大家好，在这里万春感谢大家的再次光临。接下来为大家呈现的是春眠不觉晓，年方16，初睡未醒，请各位爷赏鉴。不错不错不错，这身段儿，前凸后翘的，挺好挺好。哎，这姑娘我要了。谢谢这位爷。下一位为大家呈现的是万绿丛中一点红，年方18，娇艳欲滴，请各位爷赏鉴。我要了。谢谢这位爷。接下来呢，是我们今晚哟爷，我还以为这个月您不来了呢。不过今天您还是赶上了。您瞧瞧，这是这个月最好的券儿了。这位我要了。客官真有眼力。您难得拉一回铃声，还被别人抢了先，要不您等下个月？我只要他。妹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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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样？没有，没有。岳峰不在家，岳府的人也在找他，看来得抓紧时间找了。走，走，走。站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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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哪儿跑啊？住手！别打人！别打人！住手啊！你不是会跑吗？你哪儿跑啊你？打了这打住手！别打我！住手！住手！住手！全都给我住手！
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你快救救我小师妹吧！你小师妹是谁？我小师妹是苏冉冉。什么？我小师妹是苏冉冉。阁下是？我是岳峰。你跟岳家什么关系？我是岳家的老三。你们几个留下来处理他们。你们俩跟我走。是。哎，这边。你查清楚了，真的是那位爷？不可能错的。这就怪了。玉姐进的就是他的包间，不会错的。这位爷在每次的拍卖会上从不点姑娘，可是出手阔绰，总是来往于各位爷之间。虽然这些个爷之间从不来往，但是唯独与他不接吻，所以连玉姐也一直忌惮着他。我一直以为他来我这儿是另有目的的，所以我才觉得奇怪。婉春姐，不好了，外面被官府的人给包围了。啊！就是这儿，小师妹，小师妹，人呢？人呢？之前还关在这里呢。这！没想到京城竟然还有拍卖女子这种地方。我也是第一次来，看来啊，以前都白活了。我一定要彻底铲平这个丧尽天良的地方。那我小师妹怎么办？据胭脂铺老板交代，沙黑市老板娘玉姐的是一个戴面具的男人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这个人应该是月灵宫的日轩。月灵宫，日轩，他们跟我的小师妹是什么关系啊？我们现在就朝着带走苏冉冉那个人的方向去追。根据万春所交代，这个人是在苏冉冉被拍卖的时候才出现，然后才杀的玉姐。那么我觉得很有可能，这个人想要的是苏冉冉。啊？然后我贿赂了那个送牢饭的，才得以偷跑出来，然后就遇到了钱朗，然后我就带他去救小师妹，可是小师妹她被人带走了。啊？被人带走了？带去哪儿了？听那个老板说呀，小师妹是被邻国的一个王爷给拍下了。什么？要不要告诉舅舅舅母，派人马去找冉冉？不行，爹娘现在一定还以为妹妹还闹着当尼姑呢，绝对不能让他们知道妹妹还去了青楼。哎呀，现在这些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们的妹妹被那个什么所谓的王爷带走了，还愣着干嘛？去追啊！只要找到那个王八蛋，扒皮抽筋才好。更不行，这样的话，妹妹的名节就全毁了。这不行那不行，命都没了，要名节还有个屁用？妹妹上青楼，那是她自己愿意的吗？要是将来秦老二敢嫌弃她，那更好，我就把妹妹留在家里面伺候一辈子。我反对，小师妹的名节绝对不能毁。你懂个屁！反正就是反对，反对，反对。不是你有什么资格反对啊？要不是你带着她出去玩，要不是遇见危险你没拉着她一块儿跑，现在能出这个事情啊？你以为我愿意啊？现在小师妹被人卖了初夜，还可能被那个魔头追杀呢。现在这事情能大张旗鼓吗？你刚才说什么？啊？这初夜什么？初夜！初夜！行了，都给我住手！让边让边！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对他斗粗有什么用啊？我想听听老五的看法。既然这个王爷来京城是秘密而来，做的又是见不得人的勾当，那就说明这个王爷一定是带着妹妹立马离开京城，绝对不会过多的逗留。哎，对，钱朗也是这么说的。我们现在马上派人去城外搜索。钱朗还说了，那个戴面具的是日轩，也可能去找小师妹了。这正是我担心的。时间不等人，咱们赶紧行动吧。
多少遗憾都留一声叹。